世界别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周末宣布退选，要伫学术领域争取清白。总是论文这个问题，无对安尼就收煞。中国国民党南投市长参选人柯淑华的论文，互人检举有问题。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立法委员蔡碧如的论文，互人检举有问题。咱看到论文出问题，正做一个跨党派普遍的现象。虽望选民要求政治人物的标准敢若无一致，政治人物要求家己的标准嘛有各样。至少论文这个问题，真正是无一党比别人较高尚。不过，咱想要问，什么云端地书即卖的状况，在职硕士专班出业的标准是安怎？若是大家人拢出问题，敢毋是体制来检讨？这个问题，咱今仔日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政治系彭锦平副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邀请北医大通识教育中心张国成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台政治学系 EMBA 学生陈怡新律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前桃园市长民进党籍的参选人林志坚，吼顶周末宣布退选，不过留落来论文的问题，吼煞犹原有几本期哦。国民党南投县长的参选人柯淑华的论文，互人检举有问题吼。即马民众党不分区的立法委员蔡碧如的论文吼，嘛互人检举讲抄袭所在。另外，咱看到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林幸怡，以及国民党立法委员郑正乾吼，因的论文拢互人检举有问题。昨新闻吼，拢集中伫民众党蔡碧如的论文吼。咱即摆先来看报道。台北市议员简书培伫咧 FB 打出家己过去的破文，讲民进党立委蔡碧如的论文中，甲家己 FB 文有一段共款的内容，前后也无说明引用，也无规段表示上下引号，也无另外一段列出来，批评这毋但是不当引用，是完全的抄袭。对此，蔡碧如解释讲，伊的研究主题内面有讲到研究对象是台北市议员的社群网站。我探讨的是所有的台北市的民意代表，就是48位的市议员，所以他们的脸书全部都是我研究的对象。关心幼教的议题呢，它也是从那个新闻里头抄过来的。那那一篇文章确实关注度很高，所以我就会把它写下来。蔡碧如特别引出论文，讲家己倒一段写什么戏，拢记甲清清楚楚，引用甲研究主题，拢会当互人检验。伊讲，伊伫14礼拜已经主动敲电话给密云科大，主动要求参加学论会，对家己的论文有信心。我是不担心，第一，我个人认为可能 maybe 写作上面不是那么的专业，有一点瑕疵，但是我觉得这个资料全部都是我自己去找寻统计来的，我觉得这个不会有问题。蔡碧如的论文互人质疑，也互前市议员王浩虎旧名检举。德民科大也伫咧14发声明，强调教务处伫咧接到检举迄天，就已经照规定启动相关的心理程序，会用公正客观的态度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郑教授，咱看到不管是林志坚的论文吼，还是蔡碧如的论文，这拢是已经通过考试吼，得到学位的论文吼，是安怎伫得到学位了后吼，互人搁去检视，搁出问题？敢是这个出业的标准吼？咱讲学校内底的审查都已经小可有一寡问题啊。其实吼，这抄袭这项代志吼，伫硕士在职专班是定定会出现的代志吼。第一吼，即 写硕士论文吼，其实是足困难的啦。我会记得我以前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我足认真的足拼到尾啊吼，我煞去用毕业了吼，有人甲我倒印的，印出来才赞的一本册遮水啊，吼，迄当阵硕士论文要求足标准足悬，即马呢，因为咱的大学哪济然后呢， 佮开这个硕士在职专班吼，所以品质吼其实是所有的大学，不管哪一个层次的大学吼，甲所有的系所吼，拢伫开迄个硕士在职专班，所以伊的品质若要求较真悬吼，其实足困难，这是第一点。
啊，刚才讲我讲一个例讲，台大政治系硕士在职专班吼，阮按怎讲？你知道？阮要求21年前，阮就要求讲说，要变成最严谨的哦，而且硕士在职专班课程啊，一辈子引以为荣的啊 EMBA 学位哦。阮家安尼做，就是讲说制度较好。啊，不过呢，你若安尼去比的时候，你发觉讲说，所有的大学或者是系所的要求拢无啥共款。是啊，无啥共款哦。我感觉啦吼，最主要原因拢是啥呢？迄系所的主任吼有足认真无，家己的制度创好。刚才讲台大政治系硕士在职专班是安怎较好？足简单的啊，点名，读这课点名。啊，4届你一学期内底吼，请假4届，第5届当掉。就简单咧，啊个外点，就是讲做唔是老师点名哦，是伫外口有迄个助教来点名。啊，若讲到论文方面是安怎要求？论文来讲吼，迄是上重要吼，因为我知影讲这个题目吼，其实是足复杂啦。我甲你，我讲一个结论就是讲说吼，论文的好歹吼，拢是指导教授。哦。指导教授若严格，指导教授若放水，啊出来就是安尼。咱讲。遮的吼政治人物吼，其实是有一点点啊，就是讲说去读硕士在职专班，就是讲说我来过水一下子啊，洗个学历啦，啊，放伫个竞选公报吼，安尼较好看啦。哦，定拢这是上调的。安尼学校都爱配合。啊，学校吼，你若无感觉讲，你若无做安尼很严格的要求吼，是系所要求吼，啊，定都有这个代志出来啦。哦，所以讲。指导教授吼，我的看法是安尼，指导教授吼来去指导学生的时阵吼，伊差不多5分钟，伊就通问出来讲你到底是捌难捌？啊，你现在会出来无？5分钟都有够啦，因为大家拢读册拢读到博士，然后拢遮认真，尤其是博士吼，诋毁迄个抄袭、伪造，然后无中生有的博士吼，其实是拢足痛苦的。要摕一个博士论文是足痛苦的代志，所以讲。完全知影讲做吼，他空旁滴答啦，是吼，啊，若出现这款的代志吼，我是感觉讲说，迄就是指导教授的问题啦，是吼，啊，其他咱有啥问题吼，我看咱大家两面再来讲一下。是，张教授，你的看法怎怎？因为这个论文已经，照你讲应该拢爱通过检验才对。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吼，就是现代的教育吼，重点是终身的学习啦。就是一个人吼，不只是学校出业以后吼，应该是一世人吼，拢爱学习，这是现代社会进步的观念啦。所以咧，即摆伊一个人吼，你讲哦，我即摆一定伫外口食头路，想要讲想要爱读册，不管伊想要读册目标是啥物吼，伊想要读册去学校读这个所谓的这个硕士的在职专班吼。我认为是应该爱鼓励啦，是，吼，这是应该的。足侪人讲啊，这是啥物去骗一个学历啊，啥安怎吼，我是无赞成这种讲法啦。因为不管如何，任何人吼去读册，伊上歹就是无读到吧，无读到册，嘛无可能讲愈读愈歹嘛。所以伊去读，可能无啥认真，还是伊工课。足无用的，所以伊去读无啥物效果，无啥物学到啥物物件，这嘛无要紧啊，伊是伊个人的问题嘛。然后咧，头拄仔讲到吼，这个对这种读这种在职班的这个学生的要求吼，我个人伫3个国家4个大学摕到5个学位啦。我个人认为，当然吼，爱做真正好的研究吼，真正是爱开足侪的时间。是，而且嘛爱有教授足认真的指导，而且迄学校嘛爱有足侪的资源啦，因为足侪研究是无资源吼，你嘛真难啦。是，所以咧，这3个方面吼，拢爱配合。即个学生吼，论文写甲歹，就是讲伊本身无认真，吼，即个含慢吼，我感觉无啥公平。吼，教授、学校吼，拢有共款的责任。是。所以咧，咱即马看到足侪政治人物吼，看到伊咧论文写甲无啥好吼，我认为吼，讲实在人嘛毋是每一个拢足用的啦，伊拢爱上班，拢爱做政治人物吼。你讲爱有足侪时间吼，去把个论文写甲足好吼，本身来讲嘛困难，一定有困难。所以咧，面对这个问题吼，
我看这个社会吼，唔是去找讲倒一个人的论文问题，哦，这个我感觉对这社会唔是一个建设性的代志。伊是吼过去就是过去吼，当然每一个人爱为伊的论文负责任，这无问题。但是未来咧，我感觉第一吼，就是在这半，伊就无用的嘛，哦，所以咧学校、教授、教育部吼，应该对这款的学生吼，爱有较特别的这种的教育加这种其他机制，哦，就是哦，你咧哦，可能你较无用啊，所以你咧读册时间吼，得到学位的时间吼，会较长一点啊，哦，因为伊就是爱上班嘛，甲一般啊，这个一般学生是无共啊，所以伊可能哦，这个读册时间、宵夜时间吼，爱较长一点啊，哦，这我感觉是应该。是，而且咧，教育部吼，其实伫民国107年，就是2018年吼，伊已经有通过新的法律，就是咧，你摕硕士吼，无一定是论文，你靠即个无共的即个领域吼，你会当用作品，哦，就是你是艺术的嘛，吼，迄叫作品，有的是专业报告，对，即个技术报告是无报告，这拢会使，而且咧，这拢授权。每一个学校吼，家己决定。当然，学校家己决定吼，爱报教育部就对。所以讲，即马假是咧，这个要求所有的在一般学生，吼，拢要写论文吼。其实教育部上早就讲，无一定爱安尼嘛，其他方式拢会使。是。所以咧，亲像即种政治人物吼，去读即种的在一般吼，我感觉当然伊假是讲伊真正无用。啊，真正无用，吼，真正无迄种时间吼写论文吼。这个叫伊去吼写一本无啥物水准哦，其实嘛毋是伊戆，还是伊爱骗人，伊实在是无时间的论文吼。不如吼，就用其他方式，比如讲你做市长、做议员、做立委，吼，你就专工做一个吼，你文政哦，这个伊选举专门的实务的报告，还是演讲。吼，啊是这演讲嘛会当规定，可能1条、2条、3条，然后这演讲的记录，吼变做伊个实务的报告，吼，假是这种的物件有够水准，嘛就会当互伊学位。是。哦，毋是每一个人吼，拢去勉强伊去写一本，伊真正是无啥时间写论文。我感觉这对一个社会的学术的水准吼，啊是对这个人吼本身学生的本身吼。更较有真正的意义啦。是。哦，然后咧，这个学校吼，当然我感觉吼，这个对这个学生吼，毋是要收入来吼，就无甲伊插销，无插，就是看哦，伊即只是有啥物地位啦，哦，就甲伊学了，甲伊巴结，然后咧，伊凊彩写，吼，就得到学位。我感觉这嘛无好。是。吼，但是咧，重点就是吼，因材施教啦，吼，无共的人吼，用无共的方式。吼，互伊发挥上大的贡献，吼配合伊本人的即种的专长，吼，这个我感觉比吼，即马哦每一个拢去并伊过去的论文咯，然后每一个人吼，莫讲每一个人啦，足侪人爱皮错，嘛袂使讲以前写甲收倒转来。我感觉这个吼对咱的社会，因为已经写已经过去啊，是，吼对未来台湾的吼学术的发展吼，我感觉吼多元的方式。哦，然后咧，互即种的学生吼，搁较侪的培养的过程，吼，考虑伊无共的即种的才能甲贡献，我感觉这较是有意义啦。是，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这个硕士在职专班吼，这个制度是1998年的时阵，教育部开始设立吼，要互已经咧食头路的人吼，伫这个教育的回流吼，用。面试甲就业的时间来继续读册。咱即摆来看，1998年开始了后，到去年160学年度吼，硕士专班在职的学生拢总有5万几个人。这个5万几个人是占所有台湾硕士学生的差不多3成左右吼。啊，这个3成内底，阁有超过3成。因的科系是商业管理者的科系吼，啊，咱来看到
读硕士吼，有一般的学生一般生、一般在职的学生吼，因拢是平日的时阵来上课来写论文。另外，因的学费差不多2万到3万。不过在职专班就较无共款，伊需要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吼，用面试甲周末的时间来读册，因的学费较悬，差不多比一般的学生吼悬1万块吼。咱来请教律师，你即摆感觉真压力真大无？了后以后你毕业了后出业了后，你的论文可能会当既若要选举就通提出来看咧。这是压力是一定有的啦。是。吼，其实讲来讲吼，以学生的本分啦吼，写论文若是学校要求咱写论文，是。吼，咱就应该爱认真去写。吼。符合迄个学术的迄个引用的迄个相关的一个规则。是。照你家己即摆咧读硕士专班的经验吼，咱所整理遮的资料敢有正确？你敢有别种的经验会当甲咱来分享？这个资料基本上是正确啦，吼。伊即摆我伫迄个台大迄个政治系在职专班，是。吼，我上课是每礼拜拜六，拜六规工。是。吼。学费差不多比这较悬1-2万啊，是。学费是有较悬的对。有较悬，是。但是值得啦。值得。老师，你的学生讲，这个资料吼，有爱略略修正啦吼，因为在职专班吼，大家学校甲科系嘛拢无共。对。咱一般来讲吼，可能唔止3-4万啦吼，大约个是差不多5万至6万安尼啦。对。那台大政治系吼，我今年到9月吼，都变做6万5左右安尼。是。尤其其他吼，像台大的气管吼，以 EMBA 不得了啊！因为读一个了吼，差不多爱200万。是。迄内底迄个学费甲收费吼，加的是足济啦。不过伊迄是啥？伊迄嘛是迄个甲大陆迄个中国大陆的迄个复旦吼，然后有合作的机会。所以讲，这个不是重点，学费不是重点，最主要的重点是讲说吼，到底有认真伫读无？吼，拄啊咱张教授伫讲吼，讲读册有时间无时间吼，我认为爱甲分做两种，就是讲你若无时间来上课，这就唔免来嘛。你无来上课，你哪有通进修？是讲无时间来写论文，使拉长啊，基本上拢无问题啊。即摆硕士在职专班吼，差不多我看拢要有3-4年、4-5年的时间，互你来写，所以时间绝对不是问题。但是咱先莫讲学生吼，讲学校是安怎有这个需求甲意愿来开这款的硕士专班？当然，就是迄个张教授拄仔伫讲嘛，咱就是爱迄个终身学习嘛。所以讲，咱是开多一点管道。是。那爱写论文，免写论文这项代志吼，只爱讨论，只爱吼各系所去讨论。是。不是讲做咱咧普通讲都根本就不要写论文，迄唔对。你若讲做社会科学吼，你若无写论文，无你是要哪？袂使讲咱过去演讲一个啊，咱还搁较凭演讲，搁较认真讲说，你能不能写一个？计划设计，咱有的下，迄个人讲做艺术的吼，唱歌的表演的，是伊没那种，因爱去筹备，伫遐开一个演唱会，然后咱写歌写词，然后爱去创迄个灯光啥，然后最后的表现就是讲做伊毕业公演。所以各个系所拢无共啦，咱来看这个讲做吼，其实足侪类啦。是，这爱各系所去研究，讲做因的要求是什么？那有要求了吼，都不会再讲说你是政治人物所以吼，较轻松，袂使安尼，一视同仁。老师，你即摆敢有咧教硕士专班？我即摆还搁伫教啊。是，我拄仔伫讲说这台大政治系的迄个21年、22年来吼，是我规划的。我规划的时阵就是讲说，我所有的规定都必须要。可以执行，而且，统一来执行。你敢有收到迄款真正政治人物我就真正足无用的。我有政治人物啦。是。阮的迄个系吼是有
立法委员、议员，然后有迄个参谋长吼，我甲你指导啊，我嘛有迄个音乐系的博士班的，我第一期都有啊咧，我指导的啊，所以我的来源足多啊，但是一视同仁。写论文的时阵，都是教授要好好讲，都因为吼，这个林志坚这个案吼，所以我的学生吼，拢伫抱怨啥，你知道？讲哇，老师哦，当初写论文的时候，给我退5次稿，退9次稿，啊，退到讲我说安尼，大家拢安尼心安尼，足切心要讲我说，哇，阮安尼拼甲安尼，安那林志坚堂啊用安尼抄的，啊，其实连抄嘛毋是，迄是 copy 啊贴上。啊，所以讲大家足不满的啊！你讲我说，这若无维持，免来使。咱即晚讲我说爱检讨啊，免检讨。那当然要检讨啊，检讨政治人物诚信。是。张教授跟我说，哎，咱唔免去回溯。我感觉唔是安尼，因为政治人物都是决定我们的一个县市，甚至一个中央政府、国家，他在过公共政策的时候有没有诚信呢？哦，这个唔重要呢。刘老师，嘿。回溯唔回溯，假是有人爱去检举，这当然伊自由嘛，爱处理嘛是去个人爱负责啦。我无讲卖回溯，我只是讲吼，大家每一个党拢去并别党吼。讲实在，不管是民进党去挖国民党，还是去恶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去恶民进党哦，这对台湾真正政治吼，我是认为无一定是遐尼有建设性啦。但是假是候选人家己爱去恶伊的对手，这嘛是伊的自由。爱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本人写论文写出来，你就爱负责啦。我意思是。对，我支持你安尼讲啦。啊，不过你头前你讲我做吼，啊，咱卖过去挖吼，我感觉唔是安尼，都是查清楚。你甲想看卖，你著200-300万人啊，选一个市长是讲100%咧，差不多100%，90%几是抄的咧，啊，抄的佫是一个政府机关的研究案咧。哦，所以讲。国发所吼，我歹势啦吼，我台大政治系，我歹去讲我做国发所。是，但是那个中华大学这个案吼，你若无查出来，啊，你就选一个完全没有诚信、偷窃的政治人物。这可能两天后会有结果，阮的节目可能搁讨论一摆啊。不过咱看到即马有问题的人，唔来民进党，唔来林志坚一个人呢，啊，所有。会使讲所有政党拢有政治人物的论文可能有问题。加检。对啊，咱安尼检验落去，就是讲诚信有问题的人，唔就爱亲像林志坚市长、新理市长安尼退选，还是讲甚至是退出政党，敢是需要安尼？那国民党的迄个李梅珍就是安尼啊，就差不多就跟我说，他都放弃协会啦，都是安尼啊，去互抓到啊，就只好放弃协会嘛，就是这样子嘛。是。啊，不管是被动的啊，主动的吼，总而言之吼，我感觉讲政治人物的诚信上重要。是，对啊。张老师，你拄则咧讲吼，个人爱个人负责。不过咱看到即摆的事件到即马发展吼，咱看到实际上大家人对政治人物的要求、诚信的要求，敢若标准无啥共款，敢有安尼的状况？你家己其实台湾足侪代志吼，拢是无共的人、无共的政党标准拢无共啦。啊，这个。多定的标准吼，我感觉这是一个问题。不过咱今仔日我想哦，唔是这问题啦。我想吼，上重要就是头拄啊，迄个平教授，也是我老师讲，这个指导的教授吼，责任是足大，这个我同意。因为咧，学生讲实在，伊本来就是一个学生嘛，所以伊对这个学术的这个规则，这个各方面爱遵守的这个规定，伊较无了解，哦，这是会当了解，会当谅解。但是咧，教授也是拢无甲伊讲，吼，我感觉这教授吼，至少你爱负的责任吼，应该是无比学生爱较低呢。学生讲你武到讲学位爱好规个拢无去，这个教授嘛应该爱有代志啦。是，无你真正对学校、对学生本人来讲拢无负责嘛。学生写出这种论文。严重到爱互学校这个规个提掉，这个教授讲实在吼嘛爱有代志啦。是，哦，这是应该啦。吼，至少吼教授嘛爱，无以后足侪教授拢可能拢凊彩指导啦。哦，凊彩指导、凊彩领钱，这嘛无好。哦，我是认为吼，这个各个学校吼，以后吼对于这种的
学生出业的时阵哦，这种检查这种的系统，吼应该爱较严格。是，而且咧，爱有规定，就是假使吼学生有这种问题吼，因为过去哦，讲实在，我也是认为吼，这种的可能唔是一个两个啦，所以应该爱有一个这种，就是讲假使有问题吼，互学生会当讲你定下，定性下过。吼，这种的机制，我感觉嘛是有需要。然后，即马透过教育部嗰个行政法院吼，学生嘛会当去主张伊个权益嘛。所以即马头拄啊讲到5个人啊，讲到5个人，头拄啊即个 CG 有5个人吼，我感觉迄个5个人啥档拢有啦。我感觉迄个5个人吼，伊个论文到底问题安怎吼，是毋是真正一直有问题？咱爱是应该等到伊真正是所有的程序拢。完成，甚至于本人假使讲伊有意见吼，即个学校教育部行政法院拢完全已经定验啦，咱阁会当讲伊是毋是有问题？我是感觉即个建议啦，就是安尼可能是较好，因为讲实在每一个人拢有保护伊家己权益，为家己权益主张的权利嘛，这应该啦。所以讲，伊讲这个人问题，伊当然爱嘛，伊个人嘛会当 defend 伊家己嘛，所以。等到有所有的拢已经全部的拢已经行了，这实在是已经就这个无法度搁继续搁讲啊，定验。咱来讲，这人论文是毋是有问题？我感觉安尼是可能较好啦。是好，咱即摆若是徛伫学生的角度吼，读硕士专班的学生，因为本身一定有头路，实在是做无用。亲像即摆林志坚市长吼所发生的代志。除了论文掠外吼，嘛有上课，可能毋是伊去上即款的传闻吼。咱即马来看报道。林志坚退选桃园市长，希望论文的风波会当停止，不过政治风波一直咧假。媒体人士钱义军甲黄阳明小说咧指控讲，林志坚的台大论文是因2个助理写的，一个是当咧参选新竹市议员的杨玲仪，另外一个是姓陈的助理。不如果对这件代志，林志坚的委任律师回应讲，这个指控都要提出证据。我认为媒体人要提出这样的指控，他必须要有一些事实上基础。如果没有的话，只是凭空这样做指控，其实不是那么负责任。因为有那个证据能够证明什么？杨玲仪伫个面册顶悬咧背回讲，若是简单用药的编一寡有空无顺的故事，安尼伊无法度奉陪。其他的指教欢迎甲法院来提告。伊嘛证实讲，伊透早就已经确诊。不如过论文的关键人物于正宏的朋友嘛，特别上节目来背回清楚讲，论文绝对无用抄的。他想说，他是一个考上台大、考上中央，然后考上电大学人。你说他去抄一个中华考2次的人，他说他愧对瑜伽列祖列宗啊，所以他一定要出来去澄清说，这些真的是他自己写的。如果这个事情是属实的话，我觉得现在就不是林志坚换掉而已。我觉得蔡英文主席必须要出来道歉，而且郑运鹏一路袒护他，他也要必须出来道歉。林志坚因为论文来退选，改做民进党立委郑运平来出战。外口咧传说讲，民进党的前立委郑宝清要来脱党参选，本人也未来证实。不过张善政回应讲，对郑宝清这款有话突破，感觉真钦佩，会尊重伊出来参选。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毋是咧评论林志坚市长哦，伊去读硕士班的这个过程，甲伊的论文，总是咱看到有职业的学生吼去读硕士班，有几个原因。头一个可能是进修，伊要伫原本的专业面顶吼，搁较求搁较侪知识吼。另外，就是讲升迁啊，还是讲位级。也就是讲，你若有硕士学位吼，可能你的位级有较悬，平均可能会悬7000外块吼。若是伫国校内底做老师，若是有硕士学位，嘛会加3000到5000吼，这是硕士学位吼，伊本身有的这个条件。另外，就是讲，若是读硕士专班，伊的这个户订较低吼，毋免笔试考试面试尔，准备的时间嘛较短吼。咱看到今年台大、清大、交大、交通大学、成大甲政大吼，5个平均硕士在职专班的
录取率到40%左右。另外，就是讲你是已经出社会的人吼，你在写，譬如你写你家己的硕士论文的时阵，会当甲你的专业结合，譬如讲本地有在选举的人，就用这个家己选举的经验去写论文，这嘛是一个例。另外，就是讲咱讲交朋友啦，照着读硕士班的这个过程吼，来发展家己的人脉吼，这嘛是一个读硕士专班的原因。律师，若是讲到你家己，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读你即马读的这个硕士专班呢？哦，以我本人来讲吼，我是第一吼，我要进修。我对这个政治哈，这个学术的研究哈，我进前都有兴趣。是。哦，你学校的时阵都有兴趣，大学的时阵啊。这甲法律有啥物款的交叉？互这个读这个硕士专班对你有帮助呢？伊对我来讲啦吼，大学我干那读法律吼，但是法律干那伊一个范围吼，但是咱社会上真侪代志吼，毋是干那法律尔。我会当来读这个硕士班，政治的硕士班吼，会当增加我的视野，是可以增加我的视野。然后我法律的迄个对哈，会当相辅相成。哦，嘿，是，你真正是为着进修的。对。教授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吼，咱看到讲读这个硕士专班啊，教授拄则讲到。大个学校要求无共款，不过咱提出来拢是一个硕士学位。硕士学位伫社会面顶，咱看到月级制度无共。你有一个硕士学位，你就领较侪钱。不过咱看到，既然大个学校、大个学位，伊的要求无共款，提出来迄效果煞拢共款，这敢毋是咱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其实这是安尼啦吼，你考调的是搭一个学搭一个专班吼，伊的是。大家印象拢无共，迄形象拢无共啦。就表示讲做你较有价值嘛。像我敢讲做，阮这是台湾第一名，所有的硕士在职专班第一名，因为啦，上课都足严的啊。哦。然后指导教授嘛足严的啊。是。所以讲你就感觉讲说足值得。咱来讲做这5项吼，其实是拢有啦，因为吼，我做17、8年的迄个考试委员，我逐年拢伫做考试委员啦。所以讲哦，这5项拢有，唔止安尼哦，还佫有啥你知？我要来读这个台大硕士在职专班是读互阮囝、阮查某囝看的啦。讲老爸吼，安尼遮济岁啊，40、50岁啊吼，还佫要来读这吼，你就好好学一下，像这嘛有啦吼。讲到这拄好呢，若是亲像这款的云端来读硕士，你咧考试的时阵，你的标准跟游玩共款，你敢袂替伊想讲这都读互因的查某囝看，我都袂，因为安怎讲？阮的老师吼，我台大迄个考试吼是足趣味的。是。阮5个老师一组吼，阮有2组伫考，同时考。5个老师吼，5个老师拍分数的时阵吼，阮上悬分甲上低分摕掉，然后平均这中央的这3个老师的分数。是。所以讲足公平。你有可能讲做你考的讲我可怜哦安怎？无可能啦，无可能影响到老师的判断啦。哦。所以讲。阮就是伫创造一个讲做，这个专班是大家拢通做伙，莫去安尼足歹流利啊，迄人吼来害着阮规班，所以阮素质足赞的。阮有一班吼是安尼有够少的，我讲有够少的是啥意思啊？因安尼2年内底吼，不但上课安尼足积极。因嘛耍啊吼，去卡拉 OK 啦吼，然后哦上尾，因29个学生哦，21个2年毕业，就是咱算做伙，迄就是洪孟凯因迄班啦，吼这若安尼做的时阵哦，我这硕士在职专班足赞的啊，所以我是希望讲做吼，我们支持硕士在职专班，但是吼，你都爱甲规定讲好，公平，袂使抄袭，老师较认真的。安尼都足好啊！安尼，咱卖做呢。是，丁老师，咱讲实在，你家己在考试学生的时阵，你敢真正有才调完全考虑学术，无去考虑这个学生本身伊可能较特别的需求，譬如讲，亲像陈教授拄则所讲，我这个学位是读互我查某囝看的，
看的。啊，可能有的学生，我的学位是真正来读互我可能要选举，我需要一个特殊学位。若是亲像即款的状况，咱知影讲大学去收政治人物，大学收在职专班，这本地大学嘛需要伊的人脉嘛，伊嘛去发展，伊敢袂去思考即款的人脉发展，互学生较容易得到学位。我个人是无拄到即种学生啦，可能我较含慢啦，较无迄种的大尾的学生来找我啦，所以就无即种烦恼啦吼。但是咧，我个人认为即个在职专班的学生其实本体想要读册、想要增加一学问的人比例也是绝对是多数啦，一定大部分人拢安尼啦。足侪人讲伊无用写论文安怎但是咧，真正伊会当学到物件我认为大部分咧做生意的啦、政治人物无讲听到学问都讲我无爱，无啦，即种人啊，所以其实指导即种在职专班的学生的老教授讲实在应该爱比指导普通的学生的教授我较认真。亲像即个学生，伊家是做生意的，伊做啥物即个伊个行业无共就针对伊的条件、伊的环境设计一个论文的题目，互伊，叫伊去完成。即个题目是为伊本身设计的，然后咧，伊会当照伊本身的经验、技术，去写。安尼咧，伊嘛无法度抄啊，因为伊这个题目就是伊个人的题目。伊要抄嘛，唔知要去抄倒位安尼都会当较减少即个学术乱来。即种假使讲教授拢无去管啦，凊彩就是伊什么时阵会出业嘛无去管，去凊彩找一个题目嘛无去管，当然伊就放牛食草，伊就当然是乱抄嘛，这是常常有即种代志，所以真正我个人认为即个指导在职专班的教授爱比指导普通的学生我较认真。老师，你讲到这，我想要讲一个代志。我家己嘛有在教在职专班，我家己补较袂臭粗啦。我真正足认真的。对。不过，若是咧拍分数的时阵，我就会想讲这学生足辛苦的。对。伊本地有家己的头路，伊表现了无讲介好，我嘛想讲人就遮辛苦，无互伊80分，敢拢袂安尼？这个莫讲是在职专班啦，一般普通的学生嘛有这种状况啦。伊讲伊要考试的时阵，讲伊厝内出代志，你嘛无可能去查啦。伊讲伊最近的这个男女朋友走去，足烦恼的。你讲继续可以，这个分数足低，无一定伊就受袂开。这是代志嘛足严重啦。所以这个学校嘛有发生啦，每一个大学拢有发生这种代志。所以即马讲实在教授嘛歹做啦。学生真正有啥物问题？不管你学生是在职专班的，还是普通的学生，不管是这学生是做人的父母，这个老爸老母，还是普通的少年人足侪状况即马我看大部分的教授拢是心拢足软的啦。好啦，你这有啥物问题就是互伊过啊，真正足严的不管是毋是在职专班啥物我看即马这个老师我感觉都足善良的啦，大家足好，这是足正常的。是，这是足正常。是，律师，你的感觉安怎？你是感觉老师互你足大压力，你足歹过，还是讲老师互你较轻松？你压力会真大？其实我的老师是严格著称的，严格出名的。我家己对家己要求嘛是真悬啦，是。所以讲，我是想讲，既然决定要来读这个硕士班我就一定爱读出一个研究的成果出来，去学人安怎做研究，迄个研究的方法，方法若对，我的作品应该不会差距太大啦，伊就是你的诚信你的研究方法对对家己的要求悬，是，我是安尼看。是，丁老师，我拄则看到你在笑。我一定爱讲一下，因为歹势啦，这台大政治系硕专班实在是有够严啦读册的时阵阮的原则规定讲阮一班差不多29个啦29个内底阮原则规定是要当一个学生啦，要当掉一个学生啦所以阮的老师嘛有迄个
大刀王五的老师叫过名啦吼，啊，伊差不多当年拢伫当，啊，我呢，我无当，啊，但是呢，我退稿，我1/3的迄个期末报告吼拢退稿，啊，拢叫伊爱写甲安尼对安尼吼，毋是讲做水准偌悬啦，但是你爱按照迄个学术规范来写哦对啦吼，所以拄啊张老师讲的吼，我是真赞同啦，就是讲做吼。指导教授吼，爱较认真的，爱加一寡迄个努力啦。是，我教遮久啊，安尼教20几年迄个硕专班吼，我都会跟你讲说，咱民进党，我爱讲民进党的，民进党的迄个台北市党部主委啊，张茂南啊吼，啊，伊自入学开始哦，伊就催我啊，然后呢，尴尬毋就甲我讨论迄个论文的问题吼。哦，哎，加开上侪时间啦。说我所有的学生内底，伊开上济时间，啊，伊有需要嘛，伊唔知影要安怎做研究嘛，啊，所以我就开足济时间，啊，伫遐甲伊讨论，无怪伊来上节目一直在播家己呢，无啊，就值得啊，所以讲。我是一直讲，就是讲做吼，指导教授认真一个啦。是，老师你拄则所讲的，阮知影讲台政治研究所这 EMP 足严格吼，总是若是有无共款要求的，亲像张教授拄则所讲的，可能是用专业报告，吼，可能是表演出来毕业。这款两种的硕士，若是在你看伫社会面顶，伊的效果甲功能，敢都爱敢都爱共款。标准会无共，是，就是讲说，你这个学校你家己认为讲说吼，我安尼是清清彩彩就好，啊嘛是照常上出这个硕士学位，是，啊是足认真的，我考虑，我若开影剧系还是音乐系的时阵，我要求它什么程度？这个程度爱符合大家的预期，就是讲说社会上以及学术专业的立场，是啊。那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是论文啊、表演啊，还是迄个发明创作了吼，拢会使，拢会使。我认为讲说学术自由，大家各系所要讨论。是，张老师在你看咧，若是咱甲这个规定定较幼路的，譬如讲，若是真正一般的硕士，哦，真正会当来加月级，哦，啊，若是专业报告的，这我毋是要摕来加薪水的。安尼我可能无迄款的效果。那甲即款的规定定较幼路的教授，你安怎看？本来教育部已经修改迄个学位授予法啦，吼，是，都已经规定，就是各种方式吼，无一定是论文一种，就会当互硕士的学位。吼，所以咧，这当然每一个学校吼，家己爱认真，爱来审查，爱来定这个标准。吼，我想这是应该的啦。国外吼讲实在嘛，有足侪国家的硕士嘛免写论文啦。我感觉这当然咱台湾是毋是爱考虑吼，这是大学家己自我管理啦。那我想这是重点，但是我是要强调一点啦，就是吼，第一就是学生吼，这个到底这论文写好势无好势吼，其实学校甲教授责任是足大，哦，这是非常正常。我亲像咱学校就好啊，咱学校每一年吼。校长来问啊，今年哦，每一项的重要的国家考试哦，这个及格率偌济，哦，及格率偌济，这系主任爱负责的。哦，你袂当讲，伊无认真，学生无认真读册，哦，所以咧今年什么，哦，这个多一项考试的录取率，吼，学生哦，一个50个学生，哦，5个无考到。伊毋是讲5个学生无认真就会讲无认真袂要紧。为什么这5个学生无认真？为什么伊会无认真？伊是个人的因素，还是学校读册的环境，吼，这个教学方式，互伊袂有法度认真，是，这是足重要的。我以前读大学的时阵吼，讲实在啦，学校吼拢足自由，自由当然足好，但是咧，咱到底有学到啥物件，吼，学校我感觉也袂要紧啦，这是大学自由，吼，这当然有好嘛，无好，有好嘛歹，但是吼，即摆来讲吼，假使台湾人吼，遐尔啊重视学历。所以咧，学校的责任吼就足重，是吼，就是亲像咱台湾人就食物件嘛好，食物件当然希望吼食到清气、卫生、吼安全的物件嘛。你当然因为大家都重视食的物件食到腹肚吼是重要，对你健康影响足大。所以咧，假使大家真正重视学历吼，这个学校本身吼就应该爱有迄个足侪这种本身的伊对家己的要求啦。亲像我伫澳洲读册的时阵吼，澳洲人对大学的观念吼，甲台湾人对大学观念是无共吼。
台湾人吼足济吼，台湾人所有的经费观念都放在台内、政大，即个清大迄种的吼，我家己在台出入的，感觉有较有的大学吼，学生较少，发展的时间较短，所以咧伊学校就台湾人就讲这个学校关起来好啊，关起来好啊，无需要维持，这弱势这个吼，这是一种观念，但是是澳洲吼，有一间大学这个学生的这个分数足低，是较少无学生吼。澳洲社会认为讲，一定是伊不足嘛，教授不足，是教这个资源无不足，是啥物物件吼，甲辅导，甲伊斗相共，互伊爬起来，无对伊个学生无公平啊。是，这种观念这种是一种就是完全的精英的观念，一种是这个帮助这弱势的观念。我感觉这无共，因为伫台湾讲实在，我甲大家讲，大啦，这种较好的大学这个清大这种拢是好野人的囡仔去读，这个有正式的统计，这个好野人的囡仔去读这种较好的大学的比例是比足悬的啦，非常之悬。即马教育改革以后有较好，以前啊我读大学的时阵，30年前读大学的时阵基本上我甲大家报告咱一般有40个学生，人口里来40个学生，查某囡仔30个，查甫的10个，查某囡仔30个北一女出入的20个啦。已经完全集中到这种程度，所以咧，这教育资源咧无公平所以以前足侪人无机会读到大读到好的大学，所以即马足侪人去读再一般，去讲实在是对过去的一种咧，这个褒奖嘛好，这种所以咱不应该就是讲再一般就是即马社会我看这最近的新闻拢做个这个北京伊个污名化，我感觉也袂使安尼。是，重点是学校安那徛喺终身学习的观念把迄再一般办较好，教授的责任这个一个教授袂当收上侪学生啦，这个时间一定无够的啦。增加教授的这个人数，增加这个资源的投入，我感觉这是重要。田老师拄则讲到，台湾人真重视学历若是咱继续来讲，就是讲教育资源无共，各个学校要求嘛无共。若是根据无共的要求，咱来甲这个学位做一个区分。譬如讲，这叫做硕士，这是完全拢照迄个要求。另外一款无共款的，可能无遐严格，咱甲叫做可能学士后这款，若是这款的方式，你感觉安怎？改名绝对无问题，迄就敢若讲做咱即马已经用遮久啊，拢叫做硕专班即大家已经知影讲做到底是要啥物目的，要得到啥物样的水准的学生即咱拢已经知啊，所以改名迄毋是问题。但是重点是啥？是制度，就是讲说你这个制度有公平无？咱即马今仔日是安怎讲做对政治人物特别要求，原因毋是你有学术你学术迄个实力偌悬，毋是，咱嗰啲问即是讲做诚信是人格所以咱即马较济讨论其实拢无切中讲做，你嘛要讨论硕专班的时阵，你嗰问讲做因这到底有值钱无？教授有认真无？然后这个数到底是水准偌济安尼尔？要紧，因为迄是市场机制。但是呢，你若甲规定落去啊，你感觉讲做硕专班应该要求是啥？你就一起办理就对啊，一致办理咱爱追求的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安尼尔。咱即马来看论文拄则教授讲到讲。大个学校要求无共款，咱甲这个学校办落好。毋过，咱即马已经会使讲有完善的制度咱总是咱看到侪嘛是会当讲是奇奇怪怪的状况。咱看到硕士论文伊的题目甲伊所读的这个学系无啥物交叉的。譬如讲，这个海洋大学航运管理研究所内底有人写的论文是美加消费者。伊的这个中程度的研究亲像即款的状况。另外，师范大学会计研究所研究地理甲风水，这个
电机的研究所吼，研究这个观光夜市的设置的探讨，亲像这款的状况，敢毋是拢伫咱即卖的制度下骹来产生的？这个拿这行来讲吼，是叫做文不对题啦。吼，我常常拢讲学生讲，哎，你这根本就文不对题，你换题目，啊是安怎会安尼出来？是安怎才会变做硕士学位的论文？迄问题吼，老实讲，拢甲系所甲指导教授，尤其是指导教授。我讲一个观念，互咱迄个观众吼来迄个理解，就是讲说，咱若伫像我吼伫美国读迄个博士啊吼，啊其实是差不多是全部的学生吼去读硕士还是博士吼，伫美国来讲吼，惊的就是啥？惊的就是讲说，指导教授不让你参加口试。哦。伊拢免讲啥，伊讲要袂啦，等一下啦，过来啦，过写啦，过改啦。所以有的人读博士读10年，无法度出业咧。是。尤其是欧洲嘛是安尼呢。啊，问题就是啥？你指导教授讲你无合格啊，无合什么格，无合我这个大学的格，啊，就我要你毕业。啊，无点头你都无法度啊。啊，无点头是包括啥啦？包括迄个论文的题目。啊！你完全文不对题啊！啊，迄都文不对题啦！啊，那迄安尼讲吼，歹势讲啦吼，迄几个所吼，所的系主任吼，啊，甲指导教授吼，绝对是最大责任。哦，是。安尼啊，无可能出来嘛。是。刘教授，另外一个状况是，咱看到济论文吼，用迄个罐头啦，都是这个模板吼，拢是这款，比如讲A 甲 B 的探讨用 D 来做咧。拢是这款的题目，啊，上接互人研究的可能 Starbucks 甲诚品册局吼，这款的状况，都是讲有一个模板，大家拢照安尼去写。即摆的论文事件，咱嘛看到讲，可能讲是老师哦，伊是介听学生啦，伊用伊已经发展的这个方式甲模板，互学生去做，地书产生可能讲 A 有抄 B 这款的问题，教授你安怎看？这当然一定就是学生本身伊无用读册嘛，然后迄程度可能嘛毋是足好的，所以咧伊嘛爱出业嘛，所以就找一个较简单的题目可以嘛，伊这是足常发生的代志啊。我认为这当然吼，就是爱检讨，就是为什么伊读2年吼，伊迄程度还是无法度写出一篇论文啦。这是一个爱讨论的问题，所以咧，我头拄仔就讲可能你在一般什么时间可能也较长一点嘛，是，因为伊读册时间可能较少嘛。第二就是一定教育部嘛讲，我一开始就讲无一定爱写论文嘛，因为一开始伊程度无够写论文的程度，你勉强伊即个编一篇论文浪费纸尔啦，无啥物大意思啦。这是第二，第三当然就是即个足侪学校我个人认为啦可能研究的资源会当互研究生用的资源嘛毋是足有够啦。大当然是足好的，但是其他学校即个我感觉即个研究学术是资源是无嫌济啦，愈济愈好。可能这学生本身伊嘛无了解安那去利用现在的资源对伊本人拄到的问题去解决。我感觉这是足重要的问题。亲像以前我嘛有参加过指导在这班学生的这个过程。这个有每一个学生我拢有设计，就是伊做啥物头路的。伊咧头路内底有人做证券的嘛，有人做这个其他工调的，我拢有啦我着每一个人去了解讲，伊伫你的工课内底可能有啥物问题。伊对你的问题，找到学术的资源，用学术的方式去试的把你拄到的问题解说一下，想办法解说找咧一个可能的答案，安尼就好，安尼就你的论文，安尼你就慢慢抄也无意思，但是咧你做一个啥物代志你就去找安尼每一个学生不管伊上不怪无用伊马上就有方向。每一个人我做这个工课，不管伊是做经理还是做啥物，一定有会当解决的问题嘛。而且有受到爱解决的问题，伊就提出来了，然后咧就是讲伫学术上安那形成一个问题，
问题爱找什么款的资料吼，去解说你的问题。安尼当然这论文写出来吼，后来吼，这个大家拢讲哦，你这无亲像这个在这般。我意思就是讲吼，拢爱看教授啦。是。教授假是无想要管吼，这里都出来就奇怪论文啦。我只能讲。对，老师你讲第二项来讲吼，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啥？你知？是迄个学术的迄个专门，就是讲做商业管理还有传播学门哈，迄占1/3的迄个硕专班的硕士论文。对。啊，咱知影讲做吼，若要看商业管理的时阵吼，其实最常出现的一种道理就是讲做吼 ，one best way。啊，然后呢，大家拢要研究的吼，拢是上好的顶尖。哦。啊，顶尖内底吼。你若讲书局，啊，都搞一间尔啊，都好做成品啊。其他即嘛，都了去啊。啊，你无可能去研究迄较差呀。啊，第一名就是成品。啊，你若咖啡馆遮尔济，拢总搞一个最有特色、全世界的，啊，就是星巴克。所以这是原因啦，这甲资源拢无关系啦。就是讲说，你要选的时阵吼，你要选论文啊，都无几个通啊选嘛。啊，老师来讲吼，一讲教嘛是教这安尼，教这哦。